大家好，歡迎收睇熱點專題，一齊深入探討澳洲同國際焦點議題，帶你睇清新聞背後。記得訂閱埋同聲同路人，咁就唔會錯過我哋更新噶啦。如果一隻狗咬死咗另一隻狗，責任係咪只係屬於狗狗自己呢？上星期香港接連發生咗幾宗狗隻襲擊事件，其中2宗特別令人難過。8月17號，元朗 Yoho 一隻大約60公斤重嘅大型混種狗喺冇狗繩牽引之下，先後襲擊咗3隻小型犬，最後有2隻死亡。3日之後，打鼓嶺一間持牌寵物酒店同埋犬隻訓練中心，一名33歲嘅女負責人嘗試將一隻啱啱送到中心等候領養嘅混種狗帶返入籠期間都遇襲，其後重傷死亡。一宗係狗咬狗，一宗係狗咬人。一邊有人親眼睇住自己嘅愛犬死去，另一邊就有人失去生命。每逢發生呢一類事件，社會通常就會好快問2個問題：第一，涉事狗隻應唔應該人道毀滅？第二，佢究竟係乜嘢品種？係咪天生特別兇猛？呢2個問題唔係完全唔需要討論，但如果我哋每次都只係停留喺呢一個地方，可能就會錯過咗更加重要嘅問題。例如，風險係咪一早已經出現？有人知道咗之後有冇真正處理？而制度又可唔可以喺下一次出事之前介入？元朗事件最令人不安嘅地方，正正係已經發生過一次。漁護署表示，涉事狗隻喺7月10號已經牽涉咗另一間咬傷狗隻事件，當時狗隻曾經被扣留，而畜養人領回狗隻時，亦都獲告知，如果帶大型狗隻去公共地方，必須用唔超過2米嘅狗帶穩妥牽引。但係只係相隔1個多月，狗隻再次喺冇人陪同、冇狗繩牽引之下，出現喺經常有狗隻活動嘅公眾地方，最後再襲擊其他狗狗。所以今次真正要問嘅唔係點解隻狗突然間變惡，而係喺第一次事故之後，點解風險仍然可以原封不動咁存在？其實香港唔係冇法例，根據危險狗隻規例，20公斤或者以上嘅大型狗隻喺公共地方一般要由年滿16歲嘅人士以唔超過2米嘅狗帶穩妥牽引，違反規定最高可以罰款25,000港元同埋監禁3個月。法例亦都設有已知危險狗隻分類，如果狗隻喺冇受到激怒嘅情況下殺死或者嚴重傷害受飼養動物，又或者符合其他法定條件，可以經法律程序作出分類，再施加更加嚴格嘅管理。換句話嚟講，法律一早已經承認咗狗隻嚴重傷害其他動物，唔係一句狗打交就可以算數，而係一個需要進一步管理嘅公共風險。問題係有規例唔代表有人跟進。如果一隻狗有過襲擊記錄，政府除咗警告主人之外，係咪應該有更加及時嘅行為評估呢？需唔需要按風險限制活動方式？主人有冇能力去控制狗隻？而違規之後有冇持續監察？如果答案只係已經提醒咗主人要小心，咁規例最終只可以喺事故之後用嚟追究責任，而唔係喺事故之前用嚟避免悲劇。講到危險，好多人第一時間都會討論狗隻嘅體型同埋品種。但係大型犬同危險犬其實係2個概念。大型犬嘅規管比較嚴格，因為一旦佢失控，力量較大，造成嘅後果可能會更加嚴重。呢個係後果管理，但係唔等於所有大型犬都天生危險。一隻體型大、性情穩定、接受過適當社交同埋訓練嘅狗，未必比一隻長期缺乏管束、受壓或者曾經有攻擊記錄嘅小型犬更加容易襲擊。反過嚟講，一隻狗平時好溫順，都唔代表主人可以唔牽繩、唔看管，或者假設佢喺任何陌生情況下都一定冇反應。真正應該睇嘅係狗隻曾經實際做過啲乜，過往有冇記錄，生活環境同埋訓練係點，以及主人有冇能力去管理風險。澳洲其實一直都有面對犬種同埋危險程度嘅爭議。以維州為例，除咗有受限制犬種之外，亦都會按照狗隻實際嘅攻擊或者威嚇行為，分類為危險犬同埋具威嚇性犬隻。而喺部分嚴重嘅案件入面，如果一隻已經被分類嘅危險犬、具威脅性犬隻、受訓攻擊犬或者符合受限制犬種標準嘅狗，危及到其他人嘅生命或者令人死亡，主人可能會面對刑事責任，最高可以判監5或者10年，視乎具體罪名同埋情況。呢一種制度背後一個好重要嘅觀念，就係狗隻嘅風險係需要管理，但係真正有能力選擇、預防同埋控制風險嘅，始終係人。當然，澳洲嘅制度都唔係完美。單靠犬種嘅限制究竟有幾有效，一直都存在爭議，所以香港唔需要照搬，亦都唔係加幾個禁養犬種就可以解決到問題。真正參考嘅係兩件事，
風險分級同埋主人責任。呢度亦都帶咗另一個經常被誤解嘅問題，就係保護動物同埋追究主人責任係咪有衝突？其實啱啱相反，狗唔會選擇自己嘅主人，佢亦都唔可以決定自己有冇社交訓練，唔可以決定主人會唔會帶佢去一個超出承受能力嘅環境，亦唔識喺身體疼痛或者精神受壓嘅時候清楚咁講出自己發生緊乜事。所以，當一隻狗出現攻擊行為，我哋固然要評估動物本身嘅風險，但亦都必須要評估照顧者嘅能力。如果主人已經知道咗狗隻曾經襲擊其他動物，但仍然唔用狗帶，知道自己控制唔到佢，但係仍然容許佢接近其他動物，知道佢有明顯嘅行為問題，但係仍然唔揾獸醫、訓練員或者動物行為專業人士協助，出事之後就當然唔可以將責任全部推落狗隻上面啦。而動物福利亦都唔應該只係理解成冇打佢，長期困喺惡劣環境，缺乏食物清水，過度繁殖，用恐懼同埋暴力訓練，年老患病之後被遺棄，呢啲全部都係動物福利嘅問題。至於明知狗隻有攻擊風險，但仍然拒絕採取合理管理，未必每一種情況都等同於法律上嘅約束，但就肯定唔符合負責任飼養嘅標準。打鼓嶺事件之後，網上都出現咗唔少關於涉事狗隻過去有冇曾經受虐待嘅講法，呢啲內容現階段仍然要等警方同埋漁護署調查。但呢宗案件仍然提醒我哋，動物福利做得唔好，有時唔止係傷害動物，亦都可能會慢慢變成公共安全風險。近年呢個問題亦都變得越嚟越重要。以前喺鄉郊，狗可能主要係用嚟看門口，或者可以喺村內自由活動。但係到今日，狗隻每日會出入電梯、住宅大堂、公園、街道、商場，甚至係餐廳同埋公共交通空間。寵物嘅角色已經變咗。以前喺地廣人稀嘅環境之下，被當成平常嘅放養方法，搬到人口密集嘅城市，就可能會變成咗另一種風險。另一方面，好多家庭越嚟越細，獨居人口增加，對唔少人嚟講，動物已經唔只係一隻動物，而係家人、陪伴者同埋重要嘅情感寄託。但既然我哋話佢係屋企人，責任當然唔可以只係餵飽佢、錫佢。家人需要照顧，亦都需要教育同埋管理。元朗死去嘅兩隻狗仔同樣係動物，亦都同樣係人哋嘅家人。佢哋嘅死亡唔應該因為施襲者都係隻狗，就被視為動物之間嘅自然行為。真正嘅動物保護唔只係保護自己嗰隻狗有活動自由，亦都要保護其他人嘅狗有免受傷害嘅權利。所以當我哋再問狗咬狗、狗咬人究竟係邊個嘅責任嘅時候，答案唔應該只係狗，亦都唔應該只係靠事後去決定佢嘅命運。真正要處理嘅可能係一個冇能力控制狗隻嘅主人，可能係一次已經出現但係冇被認真跟進嘅警號，亦都可能係一套要等到有人或者動物死亡先真正啟動嘅制度。比起犬種更加值得警惕嘅係隱性疏忽，而比一次疏忽更加危險嘅就係風險出現之後，所有人仍然冇改變。狗唔識法律，但係人識。狗唔可以承擔社會責任，但係主人同制度可以。一個成熟嘅城市應該由登記、教育、預防、行為評估、風險分級、持續監管到違規懲處，建立一套完整嘅制度，而唔係每次悲劇之後先針對嗰隻狗應唔應該死。愛護動物從來都唔係放任，真正嘅愛護係承認動物係需要由人負責，而確保呢一份責任係喺悲劇發生之前已經有人認真承擔。多謝大家收睇熱點專題。如果鍾意我哋嘅內容，記得訂閱同聲同路人。我哋下次再見。